首先都講個大市先啦，咁見到嗰個期指咧就基本上今朝咧就係先跌，跟住後回升，咁升咗百零點之後咧又跌翻落去啦，咁所以整體嚟講咧今日咧嗰個市咧都仲係咧個窄幅波動嘅階段，因為始終咧就期結之前咧就未必有太大嘅方向喺度嘅，咁暫時嚟講今年咧其實嗰個表現咧就相當理想噶啦，咁所以好多基金咧都未必需要去做呢個粉飾櫥窗，咁變咗嗰個市咧就而家咧就係年底再上去嘅機會亦都唔算太大嘅，嚟緊下個星期呢個睇法都係差唔多啦，咁暫時都係未突破到26,200點呢個水平啦，但係下望嚟講呢，下個星期呢會唔會再試翻25,100點呢？咁我個人嚟講呢，就睇個機會性會比較大啲。咁第一就係呢兩日就期結啦，上個月10月份呢月線圖呢係下一個下跌啊，咁今個月呢嗰個月線圖呢就係如果喺呢啲位置收市呢就做個十字星，咁十字星出咗呢就係有機會反彈嘅，咁但係咧都有機會先落一落去25,000點呢個水平，就睇下支唔支撐到啦。咁所以最理想嘅位置開始部署買貨咧，就係25,000點嘅水平，記住係分住部署啊。因為如果一打穿25,000點，佢再一線落去嘅話咧，佢嗰個跌勢咧係有機會咧跌到1000點嘅。咁所以咧大家記住啦，咁就算有靚位做咧，亦都唔好瞓身去做啦。